师，然后感谢领任，然后给后学知识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简短的，因为其实老师跟小杰学长刚刚都已经大概讲过，那我们成全包制作的方式也大同小异，就是这个模式。那成全包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，我们是针对二代，对，那二代的东西就是会比较，就是他对道场会有一些概念，但是没有很清楚。像后学以前小时候就不知道，哎，为什么我们要吃素？对啊，爸爸妈妈护理那跟那个组长教后学吃素啊，我就吃了，对，但是不知道实际的原因。但是借由一些资料，就像老师说的，我们是业务一样，白养业务员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带着这个资料去跑，会比较有一个概念，对，他们会比较清楚。那像第一页，我们看到第一页的话，就是有人参考那个崇德的那个成全包。那崇德成全包，他们上面是放师尊师母，那下面是放那个他们的老前人。那我们那个义气单位就是放我们新义的老前人和老前人跟楚前人，然后下面就是会，其实，在家访过程中可以跟他们说，就是我们修道修心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念这样，对，然后念过之后可能会比较有信心这样。然后第二页就是讲那个持法界，对，那一个讲到这个的重点就是，其实就是心的问题啦，对，我们要入地狱，我们要成佛，我们要做众生，其实就是心的问题，因为看我们要去哪里，那中间就是由我们的心决定，对。然后在我们佛堂就是有实际的发生过，就是那个土地公，对，那我们会在讲解过程中，因为有一些前没有参与到这一段，所以我们会放影片给大家看，然后借由这些资料可以跟他们说明说，哎，我们就是可能有些道亲比较注重显化这一块，我们会说，哎，土地公说到这一段，对，那还有就是生软如面。生软如面也不是只有我们说，那在这个新闻哇哇哇，它里面也有讲到这一块，对，所以这个我们会有一个 QR code 可以连接到那个新闻哇哇哇，对，那个是一个叫浩平，对，然后他就是走世界各地，然后就是听他有看过，他有印证这样，徐浩平，然后。还有菩提心慧班，就是为什么要有菩提心慧班的一些主旨？那也跟他们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有多了这些班，然后人才教育班，哎，我们为什么要上人才教育班？对，就是我们会把一些它的主旨放进去，那还有一些图片，对，然后就是金口的书圣。那也是在这一份图里面也会讲到，为什么我们要清空？然后设佛堂，对，像我们前很常家访，会有一个目的点，就是希望他们家设佛堂。那设佛堂为什么要设佛堂？那这边也都会有写，那就是我们一个早晚健将修行的功课，然后就是设佛堂的好处都会写在里面。啊，因为我拍起来我都讲文化，所以我都条列式的加大给共识，然后也会说，我们这边有志工，对，以前可能在佛堂比较少在讲志工这一块，那我们就是会秀出，就是我们有参与过的这些活动，然后有留下一些照片，然后都会秀在这个地方。然后还有大专营这些，那最后会讲到说，为什么二代这些人都不会出来？那我们有统合原因，那很大原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。对，因为我要工作，我要赚钱啊，对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出来。因为佛堂大部分时间都是可能会占用到我们工作完休息的时间。对，那我们就会跟他们讲三不四。那我们讲的三不四就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那你做财施的动作就会得到什么？法施的动作就会得到智慧。
那5位师的话就会得到，就是用一张图片跟他们说，我们目前就是做疫情单位就是做这样，做9页，那我们也会参考其他2个单位再去做修正，那希望可以让整个包过得那个更完整这样。好，那以上，那有不圆满的地方，请大家再给后学指正。那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张学长。每一个成全包它的模式会不太一样。像我们一心的想法其实就很准确，因为我们的不是准确，就是比较聚焦。我们要去成全叫道场2代。那我们其实还是发现其实道场2代或许做过一个实验，提供给各位前辈参考。或许去问过超过10个以上的道场2代，或许就问他一个问题：请问为什么你要修办道？通常会等30秒，回答不出原因。30秒那个空气是很僵硬的，现场是非常的没有任何声音的，因为他愣了，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修办。各位浅浅，你刚才相信你们家的道场2代也是这个情况？但是大家会觉得不对呀。不对啊，他从小在佛堂听了那么多课程啊，为什么他会回答不出为什么他要修办道呢？各位浅浅，不信的浅浅你回去做一下这个实验，真的，你会发现对方的让人惊恐的眼睛，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他接下来他会讲一句话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佛堂有办我就会。爸爸妈妈叫我就会，就是这样。可是你问他为什么，他回答不出任何。然后或许下一个问题就问说：那你亲口了吗？亲口。或许问他说：为什么你要亲口？这个时候又是同样的现况，30秒没有任何完全的声音，没有。那他问你说：爸爸妈妈就叫我去亲口，我觉得亲口很好，吃素很好啊，吃素很好。各位浅浅，可是亲口等于吃素吗？但是在我们的道场2代，他们竟然是认为亲口等于吃素，除了吃素之外，我不用做其他任何事情，这个叫亲口。你看点，为了点头，为了摇头，对吧？亲口喜欢那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是针对道场2代的这些疑问。去把它的答案、把它的内容，通通把它文字化、条列式的把它列在上面。所以，当我们问到这些道场2代，他没有办法回答说很好。那我跟你分享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亲口吃素？1、2、3、4。好那这一本也不是这样用也不是说一句就是从头要跟他介绍到